台湾母语联盟正在号召各地的店家加入一项活动，就是民众来消费的时候讲母语，店家就给你折扣，而且这个母语范围原住民语、客语还有台语。说台语有好处，只要啦有回家来到这边来阮家讲语我给他9折的优待。消费说台语有打折，不过在很多人记忆里，说台语是要罚钱的。读小学的时阵讲台语的登记得钱所以就养成习惯。虽然台湾国语还是讲国语为了鼓励母语周说母语，台湾母语联盟正在号召店串联用语交易，这客人打折，折扣由店家自定。原来讲我给他小通过这个鼓励方式，通过运出阮坚强的信念，希望会当讲大家来响应阮的活动。不止这家牛皮鞋店响应，这家眼镜行老板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。本身已经讲母语，然后小孩不会讲。是蛮可的一件事情。台湾母语联表示，2月21号是联合国的世界母语日。这个公益小活力的活动是2月25号到3月4号为期1周，而响应的店家会贴上这个标志。阮的活动是叫做讲台语活力，阮使用的语言是原语、客家语、台语，拢总会讲。联盟提升各族群的语言地位，学校1个礼拜1次乡土语言教学是不够的，创造使用环境应该从生活开始。这个活动是第一步，也希望更多家人响应。记者许恒子报道。接下来为您介绍，有一位长期住在法国的台湾剧场编剧，在当地创设了一个剧团，并且跟国内表演团